还过来，台湾到底敢是中国的？有一个伫日本上班的台湾人杨先生，伫这个面册社群网站呢，分享伊伫日本和中国人围起来恐怖经验。这个杨先生3月18坐位这个东京要驶到名古屋这个巴士呢，因落雨塞车，地势讲万分。虽然讲这个司机有提早甲这个人客讲，也毋过有4个中国人客呢，敢若是袂赴转这个电车，就将这个日本司机围调咧，一直甲骂。伊替这个司机讲话，想要到呢激动的中国人客问讲，台湾敢是中国的？最后，佫将伊逼到这个壁角，将手机甲信用卡拢总抢去。你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？点大丈夫，点大丈夫。我目镜中国小姐一直甲台湾人讲这句话，是不是中国的？台湾呐，不是中国。代志就发生伫日本，一个台湾查甫人抱文讲，3月18号下晡，家己坐位东京到名古屋的巴士，迄天因为落雨塞车，司机有先甲乘客讲时间会去前着，想要到一个到站，有4个中国乘客，敢若因为赶袂赴电车，就甲日本司机围调调，佮大声甲伊嚷，驶这么慢，驶较紧的，因就会当赶上车顶顶。其中一个中国人佮闹日记，甲司机讲，叫恁逃出来。骑你的地方就有很大的那种吵架声音，这样他们怎么4个人就是包围着司机，然后对司机一直，所以我就想说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延误这样，因为这种状况其实很常发生。怎么反过来问我说我从哪里来的？你们不要欺负人家不会讲中文就这样子好不好？你们什么态度啊？听得懂中国话吗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哦，那你不说话可以吗？我不说话可以啊。跟你没有关系。两边当然搭起来，台湾查甫人无想要甲因战落去，想到4个中国人全部围过来，跟骂台湾查甫人甲因骗蛇。不行，接手了，接手了。你不要靠近我了，好可怕。我没靠近你啊。我觉得你要对我暴力耶。是你不让我走的呀，是你不让我走的。你要对我性骚扰哦。骚扰我了，大半夜不让我回家。我其实结束之后觉得心里很可怕，因为有点觉得心里有点受伤这样。因为在日本讲性骚扰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，他故意要讲性骚扰，让大家注目这边。阿姨就是把我的信用卡挂在脖子上，信用卡拿走这样。就算台湾查甫人顺利把手机信用卡拢抢回来，中国乘客听到警铃声了后，嘛随紧选。不过一个对4个嘛，互伊讲有够恐怖的，嘛提醒民众赶时间上好坐新干线，因为长途的巴士随天气的变化，可能会去前着时间。嘛呼吁去日本的台湾人，后摆若拄着这种情形，先报警会较安全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